主后2024年6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属灵的温书甲见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来传上帝所应允，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活命。我写批互我所疼的囝提摩太，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、怜悯甲平安。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，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。我暝日祈祷的时，想念你无煞。我想到离别的时，你伫流目屎，就真爱见你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幼年期先有，我相信现在你嘛有。因为安尼，我提醒你，我甲你按手的时，上帝互你的恩赐，就互伊亲像火搁倒起来。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甲自制的心灵。所以，为着咱的主做见证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。着照上帝所赐的快乐，为着福音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上帝救咱，建立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。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已经实现。基督已经毁灭死亡，搁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活命显明出来。为着这个福音，上帝设立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，所以我才伫受苦。总是我无感觉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，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，直到迄个日。着用你对我听到遐个健全的道理做模样，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的信心甲仁爱。着固守通过踮伫咱内面的圣神，交托互你的美好的信息。属灵的温书甲见证，什么是强搁有力的见证？信主了后，病得医治，甲人和睦好斗阵，才会符合社会期待的幸福结局，拢真有说服力。毋过咱毋通袂记得，背起十字架军队主，搁较是重要的见证。总是十字架的见证，却常常受误解，是见笑的记号。甚至一寡已经加入教会的信徒也无明白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阵，都因为互犹太人控告，遭受囚禁伫罗马的监狱。真侪信徒掠保罗，互囚禁做见笑，纷纷离开伊。所以保罗讲：你知伫亚细亚的人拢陪伴我，其中有菲结路甲赫摩基尼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助我，逐个拢甲我放杀。保罗知影，为着福音
受苦并毋是见笑，也是错误诶代志。因为安尼，伊劝勉提摩太，所以为着咱诶主做见证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。着照上帝所赐诶气力，为着福音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伫这追求幸福感诶时代，保罗诶话提醒咱，见证所产生诶力量，不在伫是毋是有幸福诶结局，实在伫圣神诶恩赐。保罗甲提摩太讲，圣神会赐予气力，就亲像耶稣毋行上十字架诶道路，以及保罗家己毋惊因为传福音受囚禁一样。另外，伫圣神诶恩赐中自制，也是为主见证诶关键。自制诶原文有神使明辨诶意思，就是分辨什么是世俗诶价值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诶旨意。对使徒行传，通看到使徒伫传福音诶过程中，拢展现分辨诶能力。所以，当使徒诶见证受众人接受，因就甲荣耀归互主；当因诶见证无受接受，因犹原感谢俄罗主，因为因确信家己诶决定是圣神赏赐诶结果。今仔日台湾诶基督徒特别需要求圣神赏赐气力，甲自制诶恩赐。只有圣神诶恩赐，会当互咱时常做主耶稣诶见证人，用生命回应上帝诶呼召，毋是活踮社会诶期待中。特蕾莎修女回应上帝诶呼召，委身伫印度正各大服侍种姓制度中上底层诶人。过程中，伊诶事工常常遭受印度文化捍卫者甲教会内部诶挑战。总是伊用即首诗无论安怎对 anyway 来表达伊诶心志，内容充满圣神诶气力、疼心甲自制。伊伫诗中指出，人经常毋讲道理，思想谬误，自我中心，总是无论安怎，还是着原谅因。人确实需要帮赞，假使你帮赞人，却可能遭受攻击。无论安怎，还是爱帮赞，甲你所拥有上好诶物件献互世界，可能永远拢无够。无论安怎，还是着付出上好诶物件。最后，伊讲，看，迄终究是你甲上帝之间诶代志，毋是你和别人之间诶代志。默想，感谢上帝，伫圣神诶团契中，赏赐我勇气、疼心、自制。感谢上帝，伫圣神诶团契中，赏赐我勇气、疼心、自制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恳求天父，互我搁较认捌福音，无论安怎，拢会当倚靠圣神诶恩赐，为主做见证。奉主耶稣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